去平安。到顶礼拜为止，咱拢讲迄个哥林多前书13章吼。对即礼拜到过偌济，我要甲咱探讨耶稣问的问题。耶稣问的问题吼。对即马到过偌济，差不多是即马是迄个大斋节了，Lenten season。即个时阵应该是所有的咱的讲道、咱的灵修，应该拢用耶稣做中心。我想真久，我想了，即个题目趣味，咱来看耶稣问的问题吼。咱来先甲祈祷。特别是我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伫耶稣基督伊来世间为阮受死，伫即个大斋节40日久。全世界基督徒在纪念伊的受难，阮渐渐挖伊的受难，也挖过偌济。阮要对伊所伫即个世间所问的问题，来三甲想对阮的灵性的帮助。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通过伊所问的问题，搁一摆省察阮的信仰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敢有感觉伫咱日常生活内底哦，人甲人中间的对话，拢真侪是咧问问题呢？你要注意哦。迄吼，像咱台湾人拄着食饱未？食饱未是问题呢？你要去倒去？你好无？这种问题呢？哦，伫迄个应答的中间哦，耶稣伫世间有问问题。我最近看了一本册，真趣味，是1209年才出来。迄本吼，你请你创出来好无？这本吼，有一个叫做 Martin Copenhagen， 毋是 Copenhagen， 是 Copenhagen。伊是 Boston 一间新人院长。伊写这本册吼，叫做 Jesus is the question。我甲翻做吼，耶稣就是问题啦。Jesus is the question。伊点两点吼，伊讲伫四福音段的内底吼，耶稣问问题问307摆。耶稣吼对人问伊的问题吼，伊敢若印3个啦尔，这真趣味的代志吼。搁一个数字，我互恁看吼。伊伫世间问307个问题。人家问的问题吼，183个，这是迄本册写的哦。我无去算啦吼，183个，伫183个人问伊的问题吼，伊应答8个啦，对啊，真趣味哦。耶稣无咧安尼，毋是人问伊拢共应呢。伊咧人问伊问题吼，伊咧甲人应问题，有时伊用应的。总是有时伊用甲你问倒转去。我遐记两个例吼，一个是伫马太18章21节到22节，迄是彼得有一日问耶稣讲：我赦免我的兄弟，都要赦免几摆？7摆有够无？耶稣甲伊讲：我甲你讲，你赦免你兄弟70个7摆，就是这个啦。耶稣有应。这是耶稣因的8个问题中间的一个哦。搁一个是吼，我有摕迄个约翰福音书吼，18章21节到18章33节到38节，迄是耶稣甲彼得多的对话。彼得多拄着耶稣甲问头一个问耶稣：你是毋是犹太人的王？耶稣无甲因嘛，因是嘛，无甲因毋是。耶稣甲问讲。你讲我是王，是你家己讲的，还是你听别人甲你讲的？耶稣甲问倒转去，这是真趣味的说。你若去看这几节的圣经，你看彼得多甲耶稣的对话，拢伊问一个，伊问问题，耶稣嘛问问题。过去吼，过去，伊甲彼得多甲讲。我也毋是犹太人啊！恁的人带你来我遮互我，你是做啥物代志？
啊，耶稣吼，甲讲，我会讲无属这世间安怎这代志。上尾啊，迄个对话结束吼，是彼得都问一句讲，什么是真理？很出名一个，这是耶稣甲人的对话吼。我这是互恁看数字那点，啊，我拄有讲吼，耶稣直接因的问，人家问，伊有直接回答问题吼，敢若3位那尔，真趣味吼。头一位是吼，头一位耶稣直接回答的吼，是关系伊的身份的问题。关系身份的问题，伫马太21章23节到24节，遐一寡伊遐真个甲批评遐人，伊遐对着，甲问讲，你是靠什么？你是什么权威？你是靠什么人的权威来做这个代志？耶稣吼无甲伊讲，耶稣无要互因知影伊真正的身份，伊敢若甲伊讲。恁要爱知影这样，我嘛要问恁一个问题。恁若甲我应，我就甲恁讲；恁若应袂出，我就无爱讲。所以伊问讲，惊死咧约翰，惊死咧，伊的权威、伊的 authority 是对上帝来，还是对人来？这个人哦，唔敢应，因为若讲对上帝来吼，迄惊死咧约翰拄啊去互希律王杀死哦，你这甲上帝算袂了。若讲对人来，因拢有去。迄个惊死咧，约翰遐惊死咧，安尼到底恁是因讲因应袂出来，也讲你应会出，我嘛无爱甲你讲。真趣味的耶稣吼，这是啊伊有应，这耶稣有应吼。第二个应的吼是较政治性的问题，有一日有人甲伊问讲，纳税互罗马皇帝该撒有合律法无？吼，这是真敏感的代志。耶稣讲。有合哦啊！你着我罗马政府啊呢？迄侵略者呢？啊，若讲无合哦，这犯着戒严犯呢，一定拖去关啊！伊问啊，耶稣安怎应？耶稣讲，你摕一个迄钱来互我看，因摕一个银角互耶稣看。耶稣讲，这些人拢该杀，真出名。耶稣一句话：该杀的互该杀，上帝互上帝。耶稣安尼应，真够应吼！啊，上尾啊吼，是一个人，因法利赛人去问耶稣要饲耶稣，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伦理的问题。照摩西律法，咱这礼拜的查经会讲到这个律法。因犹太人有迄个阿兄若死去若无囡仔吼，小弟爱娶因某，娶阿嫂做某。安尼若真不幸，这个甲阿嫂结婚，这个细节佫死去，伊佫后壁迄个爱煞去。应该问耶稣讲，若假使7个兄弟啊，7个兄弟啊，7伫犹太人是完全数，所以是足侪兄弟啊啦吼。啊，一个大嫂吼，啊大兄一个一直死到上尾啊吼，第7个嘛死去哦，啊，迄个大嫂嫁7摆。啊，上尾迄个查某人嘛是死去，因问耶稣讲：啊，若去天堂吼，这个查某人是倒一个兄弟啊？因7个人倒一个兄弟啊某？这是要找麻烦的。耶稣安怎应你知影无？耶稣甲因讲吼，恁拢毋对啦，恁对这项代志的看法吼毋对啦，恁毋捌圣经。耶稣纯粹甲因教训，耶稣因纯粹甲因教训，你嘛毋捌上帝的权能，因为国外的事，甲天顶的天使相关，无嫁无娶。啊，伊讲，佫世人的事，恁敢无读到上帝对恁讲的话？我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世人的上帝。是活人的上帝。耶稣是讲，恁敢若直接烦恼后摆的代志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毋是死人的上帝。敢若这3个问题，耶稣有直接应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这本册咧，我无读啦，我敢若知影有这本册，我有读迄个书评啦吼，这拢对书评内底摕出来。
这本册真趣味的册，真吸引我。那今仔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耶稣伫该撒利亚腓立比，伊问学生两个问题。头一个，人讲我是什么人？人讲我是什么人？第二个问题，伊讲，那恁讲我是什么人？咱大先来看这个头一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吼，老实讲是问迄个无需要的啦。人讲我是什么？耶稣迄阵啊已经真出名，真侪人毋知影伊的身份，因要问伊的 authority 对来，因真侪人要爱知影伊的代志，耶稣无爱讲，耶稣无爱讲。所以底下有真侪人讲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啥人？伊讲有人讲你是加西勒约翰，加西勒约翰迄阵已经互希律杀死啊，加西勒国外。因有信国啊，讲这个是看，所以这犹太人伫耶稣的身躯顶有看到加西勒约翰的影。加西勒约翰真有勇气，伊去指责希律的毋对，互希律掠去关，后来互希律斩头。大家迄个时阵的百姓哦，对希律不满，总是大家敢若敢气啦，敢怒不敢言。看到加西勒约翰去挑战希律王，因是足欢喜的，总是不幸叫希律王杀死。毋过因伫耶稣看到这个人有加西勒约翰的勇气。过来伊讲，亲像以利亚，以利亚是一个配叫的迄个先知，伊毋惊半人，上帝动用伊伫旧约的迄个，伊这人伫耶稣的身躯，我那看到伊有以利亚的款，有以利亚的款。佫一项犹太人的信仰的内底，因相信讲弥赛亚要来以前，以利亚会先出现，所以。因大家想，这个以利亚若出来，这个若是以利亚的时，弥赛亚连未来，所以因对耶稣有肯望望。过来亚利米，有人讲亚利米是旧约的先知内底，甲耶稣上相款的。耶稣伫世间为着咱的罪受苦，亚利米为着以色列人的罪受苦。上帝叫伊讲的话，伊拢真照实讲迄个无人爱听的话，互人困迫，互人掠去迄伫古井内底、大井内底。亚利米无少伊的顺服上帝，大家看到耶稣对上帝的顺服，伊讲这是亚利米，这对耶稣拢是一个真正面、真肯定的看法。耶稣应该真欢喜。但这个人讲我是什么人？因大家安尼甲讲。咱台湾话有一句叫做“听听就好”，对耶稣来讲，这听听就好。但我圣经内底无这啦，总是我要想，咱现代人安怎看耶稣？咱安怎看耶稣？有人看耶稣我拄仔来美国的时候，1970年代，迄阵有一出迄个 rock music 的迄个真好，或者 Jesus Christ Superstar， 恁知影对无？现代人看耶稣看 Superstar， 耶稣是真不烈，足有吸引力 Superstar。我捌看迄个电影，看了这袂记，足侪年前看。耶稣是 Superstar， 因为有啦，有人看耶稣做 Superstar， 真不得了真欣赏耶稣。毋过我甲恁讲 ，Super 你一 star， 什么电影明星也好，体育的明星啊，什么明星拢好啦。迄是伊当伫红的时，大家对，念伊就退热去啊啦，念伊就无去啊。我会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，阮住伫南京东路，遐一间南京饭店，伫南京东路遐。迄阵啊，有迄个什么
一出电影叫做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恁会记无？这香港一个明星叫做宁波啊，是啥来住伫遐？吼，来，迄人迄头前偌济，但遐人伫倒遐。咱对少年看一寡电影明星，看到即摆，你到底会记得几个？电影明星，迄个时间过就过啊。运动嘛是共款，运动的明星，咧拍球的是逐个真少。即摆，遐运动的明星，你会记得几个？啊，有人看耶稣是好人，我确定会阁讲即个代志，看耶稣是好人。耶稣的教是，因无要信耶稣的信仰，嘛无要信耶稣是上帝囝。因讲伊是一个真好的道德的老师，眼力上出名。托尔斯泰嘛是共款，因拢信耶稣的迄个美国的第二嘛第三任总统就是 Jefferson， 伊有编一本圣经。伊将四福音段内底耶稣的教示、甲耶稣的信仰拢甲摕起来，敢若剩耶稣的教示尔，甲耶稣信仰遐物件拢甲摕起来。迄本叫做 Jefferson Bible。有人看伊是好人啊，有人看伊是，总是好人歹人吼。你看做好人的，我无一定看做好人，敢是？这人就是这矛盾啦。你看的好人，甲我看的好人无共款。耶稣毋是干那好人来定，个咱做基督徒，耶稣是我的王，哦 ，Handle the Messiah，King of Kings，Lord of Lords， 王万王的王，耶稣是王。我毋是讲耶稣毋是王，总是耶稣毋是简单王来定啦。因为王吼，王嘛会退时，你敢知？王嘛会退时呢？即摆世界出的王族几个？日本、英国上出名，出的咱差不多真少知影。迄日我伫迄电视新闻看到，我真同情即摆英国迄个皇帝 King Charles。伊吼，你看敢若台的钱拢应该拢女王的相吼。即摆应该爱跟恰好是上呢，无咧。你想看觅？迄日伊毋知去倒遐，我毋知。伊伫遐伊做王，King Charles 来访问，边仔一群人举牌啊 ，Charles not my king， 佮举伫遐呢，真正，你毋是我的王啦，我看你无起啦，你是啥物物件？你啊，王有受。王若会满足人民的需要，满足人民的欲望，好王。若袂啊，袂我甲你去救命啊！若袂哦 ，Not my king， 你要安怎？我伫遮是要讲，耶稣万王的王好啦，总是毋是安尼那定。所以耶稣问。遮个拢听听就好啦。恁咧，恁讲我啥人？恁讲我啥人？我爱知影恁讲我啥人。彼得应啦，你是基督，真我上帝囝。这阮对主学念经有都咧念啊啦。你是真我上帝。即句耶稣对伊的应答足欢喜的啦。伊甲伊讲，这是上帝启示你的。毋是人甲你教的，总是我即个头壳爱学白想 ，logically 学白想。这学生对耶稣遐尼久，这个时阵耶稣已经得要互顶受去个，无偌久就互顶受去。因看耶稣行神迹，这个代志，你想因12个私下敢袂伫遐，逐个拢要爱知影耶稣是啥物人？你想因12个看？甲伊逐日安尼做伙生活，因敢袂做伙坐伫遐是讲，到底咱即个先生是啥人啊？到底即个是啥人？
我相信哦，甲耶稣做遐久吼，信讲伊是上帝囝，毋是干那比着尔，无可能干那比着尔，因一定会讲起。你会使无同意我的讲法，不过我想，咱敢袂安尼，对毋对？彼得讲出来，彼得迄支喙足紧的啦，伊不一个就出来的人啦。伊可能昨暗才甲规定讲，伊是上帝囝，早起就讲啊，你是上帝囝，耶稣真欢喜。总是咱今日读的，几节了后吼，耶稣讲伊要去受苦。彼得讲：“无你即落代志袂发生伫你的身上啦。”互耶稣甲骂讲：“撒旦退去我的后面。”一两节以前才咧学落去，落来就咧甲骂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是安怎会安尼？我相信彼得迄个时阵，伊知影耶稣是上帝囝。毋过，伊犹阁是受犹太人对弥赛亚迄个期待、迄个模式、迄个 pattern 的影响。伊犹阁想讲，即个弥赛亚就带阮去到罗马呢，要有一日即个会做王啦。你是上帝，还佫会晓行神迹哦，这真方便啊，敢毋是？伊头壳内底。虽讲嘴讲伊是真活上帝囝，毋过伊所想的弥赛亚甲耶稣抑佫完全无共款。马太福音段无即个代志吼，伫约翰福音段吼有两三摆，约翰一项代志讲了吼，拢讲一句讲吼，学生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，一直甲耶稣过活了，因才知影是啥物意思。上出名的就是吼，伫约翰第2章，遐耶稣甲一条法利赛人伫讲圣殿的代志。耶稣看迄间圣殿，讲即间圣殿吼，我甲拆毁3日后，我就会当阁起来。遐人甲伊讲，即间圣殿起46年呢，你拆毁3日就要起来，哪有迄个代志？约翰写讲哦。学生嘛毋知，你哪会讲即落话？伊讲这无人听有嘛？哪有可能46年起好会出你3日就要起来？约翰写讲，到耶稣得到荣光了后，国活了后，因才知影耶稣在讲迄个圣殿是在讲伊的身躯啦。这是后来因才了解。彼得伫迄个时阵，伊当耶稣叫伊毋通去受苦，叫耶稣骂。马太写这个故事的时，耶稣已经上天。我相信彼得迄阵啊知影伊所讲的迄个是啥物意思，嘛知影讲耶稣是安怎会甲骂。这是信仰的成长的代志过了。看到转去，才知影讲，伊迄阵仔伫讲的是这个意思。看到转去才看会清楚。因为咱彼得甲遐学生，因迄阵仔爱知影耶稣是啥物人，因敢若会当用药的尔尔，因看到的有限。你我咱无共款的，咱2000年啊，教会伫讲耶稣的代志，讲真久啊。咱爱面对这个问题，耶稣在问你，耶稣在问我，恁讲我是什么人？你爱应答，我嘛爱应答。我以前去 Rocky Mountain 吼。要去 Lake Louise 的时候，迄行到遐 Lake Louise， 我对倒边去哦，我正边哦，即摆拢袂当过去啊。我拄仔来加拿大迄阵啊，正边还佫会当过。我想是甲迄环保有关系啦，因为迄个正边越过吼，
你即摆若去哦，迄个拢炸起来，无要互行。迄个正面行过一个水源地啦，一个水源地，遐永摆有踩一支牌啊，若捌去的人，七公里内恁捌去啊？写 The Great Divide，Great Divide 是分水岭啦。伫遐吼，我捌去看，伫遐有迄路边吼，有一个出泉的所在，咧出泉吼。啊，遐有一个牌啊，讲吼，迄泉水对遐问出来吼，迄水若流对倒边去吼，就对 Fraser River 这边来啊，迄水流入去太平洋。啊，若流对东边去吼，直直流，上尾啊，会对五大湖入去，上尾啊走去太西洋。迄个所在叫做 The Great Divide。我以前拢想讲遐是阿伯达甲迄个美西的界界，毋是啦。迄个是北美洲上要紧的水分的所在，水对遐问出来吼，对西边去，就对太平洋去，袂当搁倒转来。对东边去，对太西洋去，嘛是袂当搁倒转来。耶稣这个问题吼，就是迄个啦。你安怎用，会影响你的信仰，会影响你的价值观，会影响你的行为，迄是遐尼要紧的问题。C.S. Lewis 吼 ，C.S. Lewis 有写一个真短名，叫做try， 意思是三个选择互你选啦，得讲耶稣的代志啦吼。不只长啦，啊我毋免互恁看英语的啦，我读互恁听啦。啊，总是 C.S. Lewis 哦，伊内底无说明啥的，我会摕几节圣经，互恁看 C.S. Lewis 是伫讲安怎啦吼。伊讲吼，有人讲，耶稣是一个真好的道德的老师啦 ，moral teacher 就是道德的老师。我会当接受伊是一个好人，我会当接受伊的教示真好。总是你要讲叫我讲伊是上帝吼，我无法度接受讲伊是上帝。对这个人 ，C.S. Lewis 讲吼，假使耶稣若是一个人来讲吼，若是一个人吼，伊讲的一寡话吼，伊袂算当算讲是真好的道德老师。伊无写啦，我老实讲，有人去找啦。我找吼，找到是个吼，我找到吼一句话，一个人哦，即摆毋是上帝哦，耶稣毋是上帝，是一个人讲这个话。若有人要就近我，也无怨恨伊的父母、某囝、兄弟姊妹，以及家己的性命，就袂为做我的学生。一个人讲一句话，你听看觅，吼，这用怨恨，巴克利翻译用怨恨。咱新约的圣经吼，也是中文的圣经吼，怨恨父母吼，这对东方人这吞进袂落。所以有较温和。咱新的翻译讲哦，对我的人，若听家己的父母、某囝、兄弟姊妹，甚至家己的性命，赢过听我，毋是怨恨哦，敢若赢过听我，袂使做我的学生。安尼较温和啦。总是哦，英语是 hate， 希腊语嘛是 hate。无怨恨你的父母，一个人讲一句话是好的道德老师哦。哦，啊，过去哦，伊佫讲哦，嘛会使讲哦，伊袂当是好的老师，嘛会当讲是痟的。是安怎讲痟的呢？我读一段互恁听哦。这是耶稣伫约翰第6章，甲伊的学生甲人讲，伊是活命的饼，我是活命的饼。啊，就讲。食我活命的饼，拢袂过枵有诶无安吼。恁知影迄个耶稣迄个故事嘛吼？
对6章的第52节，对安尼犹太人互相争论讲，这个人哪会当用伊的肉互咱食？人哦，这是人哦，这个人。耶稣对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无食人子的肉，无啉伊的血，恁内面就无活命。食我的肉、啉我的血的人，就有永远的活命。伫末日，我会互伊告我。第55节，我的肉真正会食得，我的血真正会啉得。这若毋是小人会讲即落话哦，这若毋是小人会讲即落话。过来吼，伊讲吼，甚至是一个足歹心的人，甚至一个足歹心的人。倒位你敢知？我互恁看，我读路加第12章，互恁听吼。耶稣讲：恁想讲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是无？我甲恁讲，毋是，颠倒是分裂。对打以后，一家有5个人会分裂，3个对2个，2个对3个，会分裂。老爸对后生，后生对老爸，老母对查某囝，查某囝对老母，大家对新妇，新妇对大家。例如，假使恁有一个牧师来遮讲道，讲恁要看伊会当来遮做牧师袂？伊甲你讲这，你要互伊做牧师无？耶稣讲即款话呢？那伊若是一个人讲即落话时 ，C.S. Lewis 讲，你若听伊讲，若是一个人讲即款讲的话，伊毋是好的教师、道德教师啦，伊可能是神经有问题呢。啊，讲即款呢？迄敢要互人冤家呢？当然，咱读者咱知影即个意思。耶稣是咧讲，为着伊有时家庭的起混乱，即啊，伫马太耶稣共款讲即个代志。耶稣讲，人的对敌是伊家己厝内的人，伊家己经验着迄，伊家己经验着迄，伊知影，伊的厝的人未了解伊咧做的代志。这毋是一个人讲的话啦 ，C.S. Lewis 讲是这个意思啦。伊佫落去讲吼，你一定爱做选择，看是要相信伊是上帝囝，还是要想讲伊是一个神经无正常的人。你会使讲伊是讲戆话的人，完全否定伊。你嘛会当信伊真正是上帝的囝，袂使简单讲伊是一个好的道德老师。伊无用咱安尼看伊，咱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选择。看你要相信伊，照伊家己所讲是上帝的囝，还是不过是一个讲一寡咱无法度通相信的一个普通人，还是小人。上尾啊 ，C.S. Lewis 家己讲，我本身完全相信伊是上帝，这是伊的信仰高标。因为我用伊做例，是因为这讲了足好的啦，讲了足好的。啊，这是 C.S. Lewis 的信仰高标，毋是张信义的信仰高标，嘛毋是恁的信仰，恁每一个人的信仰高标。耶稣在问讲：恁讲我是啥人？你要讲伊是啥人？你来决定咧。最后吼，我用2句英语的，我摕出来。头一句吼，这我嘛袂记伫倒位看到啦。不过第2句我知影，我较听来说明互你啦。讲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,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。意思是讲，伊若毋是你所有你的人生所有的主，你留一寡你家己的，你无要害，伊毋是你的主啦。你有留一寡毋害嘛？哦，伊讲
这句话要想讲，我唔知。英语读起来是读到真趣味啦。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,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。这是搁一个搁一个是我足早看到一个节目，我嘛袂记伫倒位看到，有一个新乐家，我捌迄个新乐家，即摆我嘛袂记伊个名，所以就甲你我拄好讲诶，电影明星啊出名诶人你连袂记得了。毋过伊迄个对话我会记诶。伊坐伫遐咱人家甲问问题，问信仰诶问题。上尾要结束诶时，迄个，因毋知有先讨好啊无，我毋知啦。看起来是敢若无啦。迄个主持人甲伊讲，你敢会当伫剩30秒？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是啥？伊停一困啊伊讲一句话，用 A Christian is someone who is hung up on Christ。hung up on 这句你若去看字典，叫做迷恋，迷落去啦。你看，咱捌恋爱的人怎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咱有时安尼，咱迷落去的时候，目睭闭紧，还是目睭开落，就是看到伊安尼，迄款的迷恋，迄 hang up on。台湾话有一句讲，爱着较惨会死迄款的，都无你我袂使迄款的。伊讲基督徒是迄个 hang up on。hang up on 佫一个，我感觉会使讲的是吊伫耶稣基督。敢若即个会当互你吊呢？对啊，你吊咧，敢若会当即个吊呢？其他无啊。我感觉。即句我知影，我讲这我毋是讲我家己，我已经安尼做，我无。这是咱成长的一部分。像我拄仔所讲的，彼得迄阵人伫讲啥？耶稣甲学了，伊嘛毋知影耶稣甲学了安怎。一直到耶稣过活了，伊活倒转去看，伊知影伊家己伫讲啥。咱求上帝，互咱大家有迄日会当知影讲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咱来知影基督。非常感谢你，互阮通过阮的主所问真简单的一句话，互阮会当深想阮甲你的关系。伫这个受难者的中间，阮知伊的牺牲。总是阮真较常毋捌深想即个意义。讲起了，阮伫即几礼拜中间，对阮的主所问的问题，来反省阮的信仰，互阮甲你日日拿滚活，接纳你做阮的救主，基督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